虽然穿越剧在国内已经过时，但在韩剧中依然是炙手可热的题材，并且让韩国导演编剧们玩出了花样。你看过的韩国穿越电视剧有哪些呢？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韩国最经典10大穿越剧，如《信号火星生活》、W 两个世界365、逆转命运的一年、人显王后的男人、乌塔房王世子、步步惊心、立等，一起来看看吧。韩国最经典10大穿越剧一 Signal， 高分韩剧中经常能看到信号的身影。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韩国穿越剧的巅峰，豆瓣分数也高达 9.2。该剧主要讲述现在的刑警朴海英和过去的刑警李才涵通过老式对讲机穿越时空进行连接，并在过程中破获了一些长期未解案件的故事。播出后包揽了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视剧部门最佳电视剧奖、最佳剧本奖、最佳女演员奖。火星生活与信号相比，细说小编更喜欢这部火星生活。该剧翻拍自同名英剧《火星生活》，讲述了因意外事故回到过去的刑警韩泰柱为了回归自己原先的生活而解决连环杀人案的故事。该剧十分注重细节，从背景到道具都注入了韩国1988年的各种元素。李正孝导演感性的指导方式和李大日编剧缜密细致的剧本，以及演员们自然的表演方式，也提高了该剧的完成度，也是好看的韩国穿越剧盘点中必有的佳作。三娃两个世界，很多人都是从这部 W 两个世界韩国穿越电视剧开始迷上李钟硕的。该剧讲述了现实世界中的女医生吴妍珠偶然的进入了人气漫画 W 的世界，与漫画主人公江哲相遇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这是一部集幻想、悬疑、爱情、喜剧于一身的电视剧，不同于以往的时间穿越、空间穿越，给镜头语言带来了新的考验。播出后口碑不负众望，奇幻爱情穿越剧中这部一定不要错过。365逆转命运的一年。近些年来好看的穿越剧有哪些？这部2020年的365逆转命运的一年就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豆瓣评分高达 9.0。 该剧改编自日本推理小说 Repeat， 讲述了10位获得重返时光的人穿越到1年前，陷入意想不到的命运的故事。无法预测的反转情节，快节奏的剧情推进，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令惊悚题材的趣味都是该剧的卖点。人显王后的男人，人显王后的男人是最有名的韩国穿越电视剧之一。该剧讲述朝鲜王朝的孝礼通过时光隧道，从朝鲜时代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遇到了无名女演员后发生的一系列搞笑爱情故事。该剧没有大明星，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却靠着穿梭古今的剧情、清新萌态的人物和极简主义的恋爱方式击中了观众们的心。喜欢纯爱的朋友一定会喜欢《乌塔房王世子》。经典韩国穿越剧《乌塔房王世子》讲述了朝鲜时代痛失世子妃的王世子，为了调查世子妃的死因，无意间跨越到300多年后的21世纪，在现代邂逅了与死去世子嫔相貌相同的洪诗娜，以及与世子嫔妹妹芙蓉相貌相同的朴和，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该剧获得第7届首尔电视节韩流电视剧最优秀作品奖，适合喜欢古穿金电视剧的朋友。步步惊心丽，步步惊心丽是国内很有名的韩剧，该剧根据中国小说《步步惊心》改编，讲述了在日全食现象中灵魂穿越到高丽的21世纪，女人谢淑和4王子王昭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以及高丽宫廷火热的王权竞争。韩版不仅节奏更紧凑了，而且明显向中国版中观众更偏爱的四爷和若曦的感情线倾斜。几位主演不仅颜值高、演技佳，而且人气不俗。扑通扑通 Love， 扑通扑通 Love 是穿越题材的韩剧中很受欢迎的一部。该剧主要讲述在一个雨天意外穿越到了朝鲜时代的高3少女丹妃和朝鲜时代君王李桃之间的奇幻浪漫故事。虽然剧情不出意料的俗套，依然凭借可爱的男女主角和逗笑风格获得不少剧迷追捧。剧中尹斗俊饰演的冷酷君王和金色琪饰演呆萌少女搭配在一起，产生了很棒的化学反应。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长太短了，99回时间旅行。高分穿越韩剧9回时间旅行，以穿越时空旅行为素材，讲述了失去哥哥的男主人公获得9只能回20年前时光的神秘的香之后，
开始展开一系列曲折离奇时间旅行的故事。剧中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不会在现实中发生，只能依靠想象力实现的世界，为观众带来逆转和新鲜感。神秘看点和真实性让该剧广受好评，时空与时空的转换频繁与复杂，很考验观众智商。食神的礼物14天，神的礼物14天是细说小编很喜欢的一部穿越类型悬疑韩剧。剧中法制节目编导金秀贤的女儿被绑架杀害，陷入失去女儿的极端痛苦中的秀贤选择投河自尽，结果醒来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女儿被绑架前的14天。为了阻止凶手对女儿下毒手，秀贤对凶手展开了疯狂的追查，并发现了一连串的惊天阴谋，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牵扯其中。为挽救女儿的性命，她必须利用2周的时间和祁东灿一起为救女儿而奋战，剧情紧迫引人入胜。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